伫咧中华园林的中南国民运动中心，是因目前县内规模上大的室内综合运动场。不过，这业者是讲，这内底长期漏水，设备佫常出问题，考虑成本，这4月底就要停止服务。健身房内底有袂少民众咧运动，除了有时段咧使用练走机，嘛有少年人来遮练筋肉。中华园林的中南国民运动中心是目前中华县内规模上大的室内综合运动场，但是负责经营的业者雄雄宣布要伫4月底关门，民众听到消息嘛烦恼以后无健身房通运动。没有运动的地方，以后会觉得比较麻烦。都要去找啊，来去找啊。较无方便，这离市区各方面拢真方便啊。环境我感觉是足好的啦，即摆呢感觉足唔甘的呢。开始约7000万起的中南国民运动中心，伫2020年完工，2021年委托民间经营，但是经营团队指出，建筑物长期漏水，游泳池、排水系统侪设施拢有问题。考虑民众运动的安全，甲公司营运成本，才决定要甲县府提出解约。到目前为止，经营4年以来啦，所有的问题呢还是仍旧的存在啊，还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改善方式或补偿措施，然后真的造成我们的营运的这个困扰跟财务的亏损，还有无法提供民众的一个满意的运动环境，然后造成一些安全的疑虑，这些部分呢都造就我们没办法再继续跟县府来维持这个合约关系。针对厂商所提出的这个设备保固跟异常的一个问题，我们也都有依照工程的一个契约，那通知营造的厂商要积极的一个处理。县府回应，当初完成委外经营，有含营造厂商加经营团队完成3方的验收点交，经营团队通报的设施问题，也拢有照契约请营造商处理。无奈经营团队也是要提早解约，县府会赶紧召开协调会处理，袂互乡亲无所在运动。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